你嘅行業，事業兼細益，始終尚未結業。每位重量級嘉賓經已開始散葉，聽住從頭說起，同你見證每一頁。我哋係從頭說起發展篇，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Romeo。今日我哋請到嘅嘉賓呢，就係彭先生，彭錦超先生，佢係香港標榜髮型美容教育學院裏邊嘅創辦人。另外一位呢，就係 Alice Lee， 佢亦都係標榜教育總監。歡迎你哋。好多謝多謝，大家好。彭生啊，其實呢個行業裏邊咧，呢個行頭裏邊好多人都識你啊，因為其實你都德高望重 ，Alice 都係啦。嗱，好多人都會知道阿彭生同 Alice 而家係一個教育家，但係當時你哋點解會去做呢一樣嘢？同埋彭生 Alice， 我哋好多人都好想八卦下，究竟你哋讀書，我就知道啊，彭生之前讀大學嘅時候，完全同呢啲係完全冇關係嘅。彭生，不如你講下。其實咧就好開心能夠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過去啦，或者我嘅經歷啦，特別對髮型界嘅熱愛啦。其實咧我就係讀師範出身嘅，我都好執着喺教育呢方面。咁無論我離開咗師範學校之後，我就想教學，咁但係種種原因咧，我就冇機會教學，所以咧我就寫好多啲老師用嘅教材啦，咁都心裏邊自己覺得咧可能係老師嘅老師，咁但係最後咧我都係話叫做抌咗支筆去做工廠從商，咁我就做嘅行業咧就係好接近美髮行業嘅，或者講得具體啲咧，我就係做一啲產品出嚟，俾嗰啲髮型師或者俾嗰啲學習髮型嘅學生去練習嘅。公仔頭？係啦，公仔頭。而家我哋習慣咧都叫做公仔頭。係。咁因為公仔頭咧，點解會產生呢個行業咧？係喺外國嚟講，好多髮型師或者好多學生，佢係想要練習，但係喺外國嘅法例咧，佢係唔容許未攞到牌照嘅，或者我哋講未有 license 嘅人或者學生去同真人去剪頭髮嘅，同埋去處理真人嘅頭髮。咁所以咧就只能夠用一種代替品。咁我哋就設計咗一啲同真人嘅基本好接近嘅真人嘅頭髮啦，真人嘅生長方向啦，真人嘅角度啦，咁俾嗰啲學生或者俾啲髮型師去練習。咦，咁彭生啊，咁其實之前咧就響你做呢個工廠，即係呢個生意嘅時候啊，再之前有冇公仔頭嘅出現嘅咧？有嘅，嗰陣時咧就只有2個國家做嘅啫。第一個國家就係德國，第二個國家咧係日本。咁嗰陣時一個公仔頭咧喺1970年或者60幾年嘅時候咧，一個公仔頭嘅價錢係大概100蚊美金。你唔好忘記嗰個時代100蚊美金係咩概念嚟嘅？因為你帶咗嗰個公仔頭嘅技術過咗嚟香港嘅時候，喺香港嘛，我哋可以好平，即係好似我80年代入行啊，學師買公仔頭嘅時候都唔使100蚊美金，基本上10分一價錢唔得，即係100零蚊至到300蚊，好靚噶啦。咁係啊，咁因為啲多人做咗啦，咁而且咧喺香港做或者喺中國做嘅成本係相對低咗嘅。哦，咁好啊！我哋聽完你嘅過去嘅經歷，入呢行嘅經歷嘅時候咧，我哋再問一問阿 Alice 咧。我咧其實喺10幾歲嗰陣時咧，因為一啲朋友嘅關係咧，令到我認識咗香港第一代嘅外國髮型師。咁我喺佢哋公司嗰度就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覺得我係適合做呢一行嘅。我認為自己咁通過佢哋嘅關係咧，我亦都有機會知道外國係有啲乜嘢可以學㗎。喺70年代咧，我就去咗外國，去咗德國，
就學咗一啲chemical，即係染發啊、電發啊嗰啲理論。咁變咗咧，我就嗰陣時開始咧，就對於呢個行業更加有興趣啦。因為當時嘅香港咧，好多人對於呢方面嘅認識係非常之少嘅。所以我話咧，彭生同 Alice 咧，響70年代到而家咧就百子千孫。嗱，咁我哋而家又再問一問彭生，彭生咁點解會開咗學校㗎？咁當時情況咧就係話呢個行業係由50-60年代上海鋪或者有啲廣東嘅4·1鋪咁一路做落嚟啦。咁好多咧都係存在住師傅徒弟咁嘅教育或者咁嘅情況嘅。到 Alice 嗰個時代咧，就已經有唔少嘅外國資深嘅髮型師嚟到香港開鋪頭啦。但係個形式咧就冇咩大嘅改變。我喺度睇到呢樣嘢咧，我就覺得係咪一定要師徒制咧？師徒制有師徒制嘅好處，但係我覺得有啲不足嘅地方，就係話師徒制好可能嗰個學徒所學嘅嘢係咪咁全面咧？淨係跟住呢位師傅學，會唔會學唔到其他嘢咧？再加上一樣嘢，喺理論方面佢哋學到幾多咧？點解要咁樣剪咧？點解要咁樣去電咧？呢個咧一個點解呢樣嘢咧，就係我諗師傅未必好全面咁介紹俾個學徒。咁咧我就覺得香港以後嘅中國都係需要引入呢啲先進嘅同埋有系統嘅教學方法同埋教育系統。哇！其實你嘅出發點咧就係幫人嘅啫，係幫助啲學徒唔好咁辛苦去做。嗱，我自己好明白，我都呢幾次之前嗰幾集我都訪問過啲嘉賓，佢哋話：學到就學，學唔到就冇噶啦。個師傅叻嘅，你咪學咯。係啊，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咧到而家為止，有時同嗰啲老師傅傾開咧，佢哋喺由學徒開始或者佢哋做師傅嘅時候咧，都係有咁嘅現象嘅。咁所以喺當時嚟講，嗰陣時係大概係1972年到73年咧。咁我就由於認識咗呢班喺國際上美髮教育係好有成就嘅人咧，我就同佢哋商量，就話有冇可能將外國呢套咁完整嘅、咁有科學性嘅教材同埋教育系統引進嚟香港咧？咁當時大家都嗰啲外國朋友咧都好贊成呢樣嘢。咁就喺74年咧，就第一次引入當時一個非常有名氣嘅教育家 Neil Bashage 嚟到香港做一個 seminar 同埋做一個 workshop。等香港嗰時第一代嘅當代嘅比較著名嘅髮型師參加呢個學習，提升佢哋嘅眼界同埋提升佢哋嘅技能。咁我覺得嗰一次喺1974年嗰一次嘅 workshop 咧係好成功嘅，係對香港髮型界咧係好有幫助嘅。我記得上次同你傾偈嘅時候咧，又同阿 Alice 傾偈嘅時候咧，嗰個門票係好貴嘅喎。講到嗰個門票咧，嗰時已經係到1978年噶啦，咁已經係即係又過幾年之後噶啦。嗰陣時個門票，我哋當日係做一場 show 喺香港銅鑼灣碧麗宮。咁碧麗宮當時嚟講係一個最舒服嘅一個咁嘅表演場所啦。咁我哋收嘅票價咧係150蚊一張，150蚊喺當時嚟講咧係相當於一個星期嘅工資嘅，因為當時一般嘅收入咧係600蚊一個月左右嘅。咁呢150蚊一張票嘅情況咧，就係話喺我哋登廣告之前已經賣晒票啦。
呢個係內部認購，一早已經賣晒啦。想再問你都買唔到啦。有冇得加場先嗰次？冇加場，因為點解冇加場咧？我哋係專門請咗20幾位喺外國嘅名師過嚟表演嘅，佢哋嘅時間係冇可能再延長或者再能夠做多一場，咁所以咧就好對唔住當時嘅買唔到票嘅朋友。而家講翻聲對唔住。咁 Alice，咁你嗰陣時又做緊啲乜嘢啊？其實嗰陣時咧，我除咗接觸到好多喺外地嚟表演嗰啲專家之外咧，我亦都接觸到標榜學校。咁變咗咧，喺當時我會將好多教育嘅理念嚟講咧，即係喺我腦裏邊就覺得係應該香港係新一代嘅髮型師咧，或者我哋嘅應該有多啲接班人係受到係正宗嘅教育嘅。因為我自己係比較幸運嘅，因為我有好多機會係得到呢一方面嘅知識。咁但係喺當時嚟講，都係佢哋叫紅褲子出身嘅。咁嗰條路咧係好難行嘅，要行得好耐，要做得好多年先至可以去到提升到另一個階段。但係如果你有學校之後咧，有教育咧，咁佢哋可以喺短啲嘅時間裏邊吸收到最多嘅知識，即係理論同實際相結合咧，又可以提升佢哋嘅技術啦。咁同埋咧，你學過嗰啲嘢咧，或者你接觸過多啲理論嚟講咧，佢可以容易吸收到外國嘅知識啦。咁尤其是我哋呢一行係需要多啲美學嘅呢方面嘅知識㗎。咁我就好重視咧，髮型師係應該多啲接受到一啲啟發，多啲創意嘅，唔係話人哋做乜嘢佢就做乜嘢㗎。所以教育嚟講係好緊要啦，呢一樣嘢。咁因為喺美學嗰方面咧，佢哋嗰個創意係基於我哋知道點樣叫做靚啊，唔係話我話靚就靚嘅，係有一定嘅規範嘅。所以點樣去將美觀同埋實用結合啦？即係正如好似沙宣嘅剪法，佢嗰啲叫做 wash and wear， 即係洗完之後就可以噶啦，就可以就咁樣吹乾就個形影出咗嚟噶啦。所以我哋咧除咗創意要美觀之外咧，仲要考慮到適合嗰個顧客啦，或者嗰個髮型可唔可以多元化嘅變化咧，加少少技術，用一啲唔同嘅工具就可以令到佢出席唔同嘅場合啦。所以學校嚟講，教育嚟講係對新一代嘅髮型師係一個最好嘅途徑。係啊，我好認同，我真係好認同。啱啱聽過兩樣嘢，我係好認同啊。一個彭生講嘅就係我哋揸鉸剪揾食嘅，其實我哋必須要有 license 嘅。喺外國一早已經係咁樣，因為呢個屬於係 therapy 嘅嘢，係一個好似做手術咁樣嘅，咁啊一定要有 license 嘅。但係香港都暫時都仲未有呢啲咁樣嘅規範要去做。另一方面就係Alice 講嘅，就係你要有一個美感嘅角度，同埋適合嗰個客人，究竟佢係咪真正需要呢一樣嘢呢？美感之餘，佢翻屋企搞唔搞得掂呢？我記得呢，阿彭生呢嗰陣時，當時以前有個老師叫 Peter， 應該叫 Peter。咁我就跟過佢學過幾堂嘅散餐堂啦，叫做咁啊。我係最深印象呢，就係佢話令到就係你啱啱提嗰樣啦，科學方法。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科學方法？點解嗰陣時你會有一個咁科學方法嘅嘢諗咗出嚟嘅咧？嗱，其實所謂科學方法咧，本來應該就 Alice 解釋更加到位嘅。不過咧，我就知道一少少皮毛咧，我都講一講，唔啱嘅話，阿 Alice 嚟補充下同埋修正下啦。咁啊，關於所謂科學咧，其實嚟講因為標榜咧係好推崇 Bauhaus 嘅理念嘅。Bauhaus 其實有一個工藝美術學院啦，佢係喺建築上面咧，佢係喺1920年前後咧係非常非常有名嘅。佢嘅影響力一直影響到而家建築界嘅。咁啊，佢哋就講咧就話，無論係建築又好，藝術又好，都一定要同理論、技術結合上嚟，先至能夠成功嘅。如果冇一個科學嘅理論咧，就等於你駕住一隻船，你都冇嗰個軚，都唔知道去到邊個方向。咁剪頭髮亦都係一個有科學根據嘅，因為你點樣落剪，
剪邊度、剪邊個位置而能夠令到啲頭髮更加自然，等於阿 Alice 剛才講嘅，好自然咁樣剪完就洗完頭就可以好隨意噶啦。咁呢啲咁嘅咧就唔係話純粹係靠經驗嘅，一定有一個理論。點解我咁推崇標榜嘅教育咧？就係佢係通過科學嘅理論同埋實際上嘅技術結合起上嚟，令到啲學生能夠喺理論嘅指導之下提升自己技術。我哋好多時候用一句咁嘅話，就係話我哋要用藝術家嘅眼光去思考，用藝術家嘅眼光去觀察。所謂藝術家嘅眼光，所謂觀察，所謂思考咧，就係一個根據嘅一個科學嘅理論。咁啊 Alice 你有冇咩更加具體嘅補充啊？或者我要講咧就可以講好多㗎，或者我講下少少心得啦，因為我係一個受益者嚟嘅。咁因為喺呢一方面咧，我都標榜有好多教材，佢哋都係用英文嚟講，都係叫 scientific approach 㗎。咁完全所有嘢都係可以喺掌握計算之中嘅。咁喺2000幾年嗰陣時咧，我做咗好多技能提升嘅課程。咁當中有剪髮、電髮、染髮同埋晚裝嗰啲，我全部都有教嘅。但係咧，我最大嘅感受就係剪髮課程。當時有好多10幾20年嘅經驗嘅髮型師嚟到咧，佢哋好多頭都可以剪得出嚟係好靚嘅。但係咧個過程裏邊咧，佢哋會花好多時間嘅，因為佢哋好多時係掌握唔到一個最快捷簡單嘅途徑去技巧去做嘅，因為佢哋喺個過程裏邊咧，剪完又執下，剪完又執下，佢做出嚟個效果係喺度，但係咧，當佢如果唔係次次都咁好彩撞手神撞啱嘅話咧，咁個客個頭髮就好慘啦，長本來剪2寸嘅變咗剪咗3寸咁樣。但係上堂嚟講咧，我哋有一定嘅課程係一定要喺一定嘅時間裏邊做到一定嘅效果，快靚正。咁靠乜嘢咧？就係靠計算咯。任何角度線條嚟講咧，都可以。如果你掌握得好咧，就可以第一時間就將個效果剪咗出嚟。無論你嗰日係病咗或者心情唔好咧，你都係有一定嘅功課交到出嚟㗎。咁呢個係要靠我哋喺學習個過程裏邊，知道點樣去運用嗰個科學嗰個技巧啦。就係點用咩線條、咩角度，點樣去提升。咁呢個嚟講，全部學識咗之後咧，就可以以後剪咩髮型都可以剪得到，同埋快靚正。係，我記得咧有一樣嘢就啱啱你講到角度同埋長度。咁啊，之前有個大師，以前我跟佢學嘢啦。咁佢又話俾我聽，佢話 Romeo， 你知唔知乜嘢叫髮型啊？髮型啊，你剪咗出嚟個客中意咪得咯。嗰時我仲好細個，佢就同我講一樣嘢。佢話髮型咧就係長度加角度，角度加長度就係一個髮型。你攞嗰個角度，你要知道清晰自己個角度，嗰個長度你要清晰，嗰個長度駁邊個長度，再加邊個角度，就係一個髮型嚟啦。我相信就係你講嘅科學方法。我諗你其實你比我仲清楚，只不過你喺度係考下我哋。唔好咁講，我俾佢考，我係你嘅徒孫徒侄嚟嘅啫。啊，咁好啊！我哋今日講住咁多先 Alice 彭生，好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你哋嘅入行經過，同埋見到當年70年代嘅時候香港嘅缺乏嘅嘢，而引入咗一個外國嘅教學理念嚟到香港。咁啊，下一集我哋同樣時間，我哋再係揾到阿彭生同埋阿 Alice 過嚟幫我哋分享一下更多嘅經歷同埋髮型行業裏邊嘅歷史。多謝各位，拜拜。